1月4日從腳下開始，我們覺得戒除酒癮只是一個開端，更重要的是在我們各人的家庭中、工作崗位上及生活事務中所體現的本會原則。是酒者護戒協會第15頁。在 AA 環境中，要我對他人友善，通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當我努力保持清醒的時候，我和會友們慶祝我們從酗酒的深淵中解脫出來。在康復過程中，把歡樂的氛圍在親朋老友中推廣開來也並不那麼困難。可是，在工作崗位上或在家庭生活時，卻完全是兩碼事。對12步驟康復計劃的效果的真正體現，是在 AA 以外的環境，在那些日常挫折中最顯而易見的環境中，在那些很難保持和顏悅色、言語軟和、耐心傾聽的環境中。